洪台甲涨水后，造成中南部的灾情是真严重。今仔行政议会嘛提出561个灾后复原重建的特别条例草案，望国民党也协助灾民重建家园。这个草案嘛交予立法院审议。今年7月，当那些洪台、双塘、嘉南沿海地区真大强风造成建筑无电力电信系统毁损。7月2日开始，小林线的沙南气流带来强降雨，所以嘉南高屏这个所在，道路、水利设施拢无业受损严重。为了让各级政府有够的资源来办理灾后重建甲复原，行政院初次通过当那些洪台甲728大水后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草案，请立法院审议。规模之大，我们现在依照现行的灾害防救法的相关规定，办理灾后复原所需的经费已有所不足，我们有必要提出此特别条例。本条例所涵盖的治灾地区，除了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也把台东县、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有因此致灾的地区，请主管机关工程会能够依照实际的认定给予纳入。院长也提到，昨天已经拜访过立法院。韩院长也承诺会用最快的速度来纳入整个议程的安排。根据条例内容，要争取编列特别预算560亿，以分期方式支用。主管机关是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并由执行机关各相关部会负责预算的编列甲推动。复原重建的项目呢，由各部会来依照它实际的需求来提出包括了农业的、电力的、电信系统、有线广播电视系统自来水、瓦斯、燃气。家园及公共设施，那在水利设施、道路、环境卫生、社会复原及产业促进部分，都有纳在特别条例的范围之内那同时，为了一个执行上的弹性，也增列了一些概括的项目，只要是跟达纳斯台风以及这次的豪雨相关损害而需要复原重建，中央执行机关也能够将它纳入工作范围灾后重建特别条例送请立法院审议了后，行政院讲会持续甲立法院各党团沟通，希望早一日完成立法程序。条例为公布日施行，施行期间为生效日到116年12月31日，都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延长。记者采访报道。